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行義遊山基地太原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。太原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喺太原區太官路118號。我哋有行義諮詢服務管理中心，用行義交通沒冇問題。我哋一位還有當多客家鄉親，提一位共下運動行起嘅，共下泡茶打嘴鼓，大家互相學習，做得講係個行義交通無障礙，大家共下做伴有快樂嘅空間。太原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會長陳瑞昌，歡迎你來共下運動行起嘅泡茶打嘴鼓，希望大家按姿勢將來了哦。